为了让年迈的父母不留遗憾，我决定带他们去一趟西藏，目標珠穆朗瑪峰。原來最好的旅行不是去多遠，是讓他們的回憶有溫度。嗱，呢度318起點大本營啊！今日呢集係第一集，帶住阿冰冰同華哥入西藏嘅318自駕第一集。嚟到呢度必須打個卡先啦，肯定。到時驚唔驚高粉？冇得驚嘅，冇得驚。啊，嚟到繼續勇往直前啦！勇往直前，此生必駕318。我們來了。而家就將所有嘅起點打晒一次卡先，影晒相，影晒視頻，跟住就正式出發。阿冰冰話你好得意喎，帶埋你做第4個人啊，一齊出發啦你。本肥虎主打一個寵嗎？喜歡就帶上它一起旅行吧。我仲坐墊高咗添喎。戴好安全帶未啊？我未。唔係佢啊，你做咩？唔係睇佢戴好多安全帶。飛奪路定橋，唔行啦，腳都震埋啦，有一條橋，摁下摁下。幾正，幾舒服。一生要強的老頭，好叉咗腳啊！好，終於嚟到今晚住嘅地方啦，康定啊！入到嚟第一個難題係乜嘢咧？呢度記住開車嚟嘅兄弟，好難停車真係。問清咗酒店有冇得停車先。我哋問清咗酒店有得停車，去到車都落唔到嘅，停到之後係，同埋全部斜坡呢度。康定城廣場啊，跳舞啊幾多？接着奏樂。幾好玩。呢度真係個個能歌善舞嘅喎，好犀利喎！觀察了一會以後，冰冰已經開始跟上節奏了。即刻學到嘢喎！進藏第一關啊，折多山，喘唔喘啊？有冇感覺啊？4300嘅嘞喎，呢度唔講嘢啦，開始唔講嘢啦。進藏第一門折多山，4300海拔，有冇咩感覺啊？幾好啊，感覺良好啊！唔使吸氧，唔使吸氧，仲要行上去喎。呢條路犀利啊！最犀利係你啦，一直行都冇事，我都扯晒睇氣啊！你中意唞唞啊？開始有啲感覺啦，係嘛？4300，冰冰一啲事都冇，好嘢，繼續上。兄弟們，有你們愛看的。唔嚟一次高原啦，都唔會知道高原有幾咁壯闊嘅。幾好笑容，第一個上到嚟你喎，氧氣未用過。哦，好嘢，華哥都睇唔到啦喺嗰度啊。登完山獎勵下你食支嘢啊！好，今日第2站高爾子神山啊，同你嚟睇雪山。高爾子神山海拔4412，嚟啊！帶你哋參觀一樣你哋最懼怕嘅嘢，全世界旱廁啊！直望呢座尖嘅呢一座，就係我哋嘅蜀山之王貢加雪山。你哋聽下啲風聲，我哋而家喺邊度？高爾子神山4412，我頂住好辛苦嘅高反，帶你哋去睇雪山。雪山兄弟們好靚，雖然唔係日照金山，但係咁大嘅一個川西嘅雪山群，真係唔係好天氣都睇唔到嘅。好多人都話唔好冬季過嚟西藏。我哋冬季過嚟西藏影相又好睇，又冇人，一覽無遺。睇雪山又好睇，望過去全部雪山，成天嘅雀啊！行完下一站天空之城呢趟真係壯闊啊！呢度呢啲世界高城呢趟最後一站啊，川西段嘅318咧就開始完成噶啦。咁啊，今晚去到巴塘瞓一晚，聽日又開始叫做行214，從巴塘行去香格里拉嗰邊噶啦。咁啊，再後尾再兜翻入藏嘅。
欲知後事如何啊，請下回分解啊！記得關注我啊！